狼蛛 Wolf Spider， 無可否認呢，有8隻眼又有8條腿嘅生物，一啲都唔會令人好想摸一下。一堆蛙覺得蜘蛛嘅一生聽得最多嘅就係人類嘅尖叫聲。想要介紹一下佢，全因為放大嚟睇嘅狼蛛，好似 Harry Potter 中嘅巨型蜘蛛阿勒哥。除咗狩獵同被人類激嬲之外，通常蜘蛛都唔會主動攻擊人類，而狼蛛都一樣，佢哋喜歡居住一啲開放或者有活門板嘅洞穴，會喺洞前狩獵一啲靠太近嘅昆蟲。狼蛛亦係少數擁有良好視力嘅蜘蛛，由於會捕食農場同花園裏面嘅害蟲物種，因此通常會被認為係有益嘅昆蟲。雌性狼蛛會將產下嘅卵攜帶喺自己身上，直到孵化後，小狼蛛會爬到母蛛腹部上幾日後先開始獨立生活。由於畫面實在令人恐襲物懼症發作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自行 search 一下 Wolf Spider Babies。